我都係好支持簡樸房個規管制度建議嘅方案㗎。我係有兩個提問嘅，第一個咧就係關於個登記制度嘅。我見到第12點嗰個寫住咧，會喺啲房屋局啊嘅網站上邊咧就上載已登記咗嘅地址嘅，就俾啲公眾人士參閱。我想問一下，除咗喺房屋局個網站之外，可唔可以都登記埋喺土地註冊處嗰度呢？咁樣就可以方便呢好多，譬如大廈管理嗰啲公司啊，又或者律師啊、樓宇管理啊或者買賣嗰啲時候呢，佢一查一個田土廳記錄就可以睇晒啦咁樣嚇。呢個係第一個提問。第二個呢，係啲簡樸房呢，係佔傳統大廈嘅比例。對於安全方面嘅，我係因為簡樸房咧，通常咧你梗係會多咗住客嘅喺入邊，咁會唔會喺設計方面咧有冇需要改動啊？又或者考慮到呢一方面啊嘅，譬如原本棟大廈考慮300個人逃生嘅，突然間咧每一個單位多幾個人嘅，咁你可能嗰個考慮就唔同咗啦。咁喺呢方面，我哋嗰個方案有冇考慮埋咧？多謝。係，請可以。係，多謝主席，多謝林議員。至於話我哋喺個譬如登記咗嘅，或者俾我哋發現咗係一啲違規嘅情況，係咪可以喺土地註冊處嗰度註明啊？呢個係俾我哋發現係違規咁樣去出租嘅，呢啲我哋會考慮，我哋可以再去跟進嗰個具體嘅做法。另外呢，就係話會唔會因為簡樸房而令到一啲譬如舊大廈佢嗰個住客仲多咗？我哋調翻轉嘅，我哋睇呢就係今天有好多舊大廈，有好多劣質嘅劏房，佢1劏8，一劏最多1劏11，我哋都見過。嗱呢啲呢冇辦法劏翻咁多㗎啦，佢一定係會少咗。同埋我哋要求每個單位呢係有獨立洗手間嘅，有獨立洗手間嘅時候，其實佢可以住嘅面積呢，其實係會少咗，佢人數應該少咗，同埋嗰啲渠管啊各樣呢。應該係趁住我哋呢一個條例呢，佢係要執翻好，然後先攞到個認證。所以個情況呢，我哋睇呢就應該係會更加即係改善咗添。佢俾多一個資料林議員，其實依家平均嚟講一個分間單位目前嘅，其實都係2個人度嘅，即係佢都唔係話真係有時候一個單位住10幾個人，又唔係嘅。